另外来看这嘉义市林心西路呢，目前是当咧做这人行道改善的工程。不过，所有民众骑乌托邦经过时阵呢，去弄到这护栏，规个人全安尼车链道，加在后壁的车是无搁再弄起哩。那市政府公务处是表示讲，会请厂商来加强这护栏的警示，嘛请民众一定都要注意安全。嘉义市连接车站文化路的林心西路，即马当咧进行人行道的工程。前几天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，有一台机车伫这个路段向去弄到边仔施工的护栏，人车拢摔伫涂骹，加载后壁车辆无搁弄去。我都要直行的，唔知影那种直行嘛去摕到护栏啊，可能防尘啊，是安那来看。工地主任表示，影片戏的迄天是礼拜，现场无施工，所以嘛无工作人员，对方嘛无报警，代志发生的原因无法度确定。嘉义市政府公务处表示，这个工程除了外口的护栏以外，内底嘛有互人行的临时步道，拢有按照交通维持计划内容来进行，呼吁民众经过要特别注意。在外侧护栏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也会请相关的施工厂商加强护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警示的部分。迄天当事人弄到了后就离开，警方甲消防事后有到现场，嘛联络到当事人，当事人讲无要报案。警方表示，这个施工的路段内底有留互人行的所在，所以机车的车道有较矮，赛车、骑车经过这个路段，车速唔通伤紧，以免发生意外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